大家好，今次嘅影片咧，我哋會講2022年嘅 DSE 試題卷一第4題係做 factorization 因式分解嘅。咁 Part A 咧，我哋有9C 嘅二次減6C 加1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就唔會做十字雙乘法 cross method 啦，因為咧我哋可以用到啲恒等式，所以咧我哋會用恒等式咧幫我哋做呢種嘅 factorization。咁啊，嗰3條恒等式咧，希望大家都記得啦。咁我就寫咗喺側邊。第一條咧就係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，希望大家唔好記錯啦。咁跟住咧就會佢哋咧係等於 A 加 B 括號二次嘅。咁下一條恒等式咧係 A 減 B 括號二次就等於 A 二次減 2AB 加 B 二次啦。仲有一個咧 A 二次減 B 二次咧就會係 A 減 B 括號再乘翻 A 加 B 括號啦。呢3條恒等式咧大家都必須要背㗎啦，希望大家一定要記得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翻轉頭睇翻條題目，咁咧我哋有9C 二次減6C 加1，咁其實咧我哋就會用第2條恒等式啦。咁因為咧呢度係減號啦，咁問題咧就係個1咧就冇二次啦，其實咧1嘅二次都係1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就都會用到第2條恒等式啦。咁所以 Part A 我哋咧就知道9C 二次減6C 加1咧，就應該要係某樣嘢嘅括號二次，再加2乘以某樣嘢啦，再乘個 B 啦，再乘某樣嘢嘅二次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知道咧，呢個係1嘅1就係1嘅二次啦喺後邊。咁個 A 係乜嘢咧？咁啊9C 二次咧，咁其實就係括住嘅，要係3C 喺裏邊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你用恒等式嘅話，理解個 A 係乜嘢咧？我哋要知道咧，個 A 咧其實就係3C，就不是9C啦。咁所以咧 Part A 嘅答案就會係3C 減1括號二次，呢個係 Part A。然之後咧，我哋會睇埋 Part B 啦。Part B 咧，咁佢已經有個4C 加 D 括號二次啦。然之後減翻9C 加6C 減1。咁咧同 Part A 嗰個9C 二次減6C 加1咧好似樣嘅，不過啲正負號就所有嘢都調轉咗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都唔使太擔心。總之呢度加翻個減號，然之後咧用翻 Part A 嘅結果抄翻喺度就可以啦。好，咁跟住咧會做啲咩咧？咁可能咧你大家叻仔啲嘅話咧，就會知道咧，其實就用第3條恒等式啦。冇咁叻仔嘅話咧，可能第3條恒等式都唔係好記得。我哋睇翻第3條恒等式咧，就係 A 二次減 B 二次等於 A 減 B 括號再乘 A 加 B 括號嘅。咁樣點樣用咧？咁我哋其實個 A 同 B 咧係一個代數啦，我哋未必一定係要係一個代數嘅，其實都可以當一個圖形。如果係長方形嘅二次減一個橢圓形嘅二次，咁其實個長方形同橢圓形咧就係 A 同 B 啦。咁呢個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當係一個恒等式，咁就係長方形減個橢圓形，然之後乘翻長方形加橢圓形啦。咁點解我要將佢變成一個圖案咧？因為其實 A 就係長方形啦 ，B 就係橢圓形啦。咁但係其實長方形裏邊咧，我哋可以擺個4C 加 D 入去，記得要開括號刪括號啦。3C 減1咧就擺喺橢圓形入邊，記得要開括號刪括號括住佢啦。咁所以咧喺下邊嘅恒等式咧，我哋可以直接寫到 4C 加 D 同埋 3C 減1喺長方形同埋橢圓形入邊啦。咁但係都係小心啦，有樣嘢咧，我喺上一步裏邊有做嘅，呢一步裏邊冇做嘅，咁陣間大家睇可以留意下有啲乜嘢問題啦。咁咧即係話咧，我哋用翻長方形同橢圓形嘅諗法咧，我哋就知道 4C 加 D 再減 3C 減1，咁呢度係有啲問題嘅，希望大家睇到，我陣間會開估。然之後咧後邊咧就係 4C 加 D 再加 3C 減1。好，咁去到呢度咧，頭先講咗啦，呢個步驟咧其實有錯嘅。咁錯啲乜嘢咧？咁其實咧就係必須要加翻括號喺呢一度。咁啊，其他使唔使加？其他都可以加嘅。咁啊，其他嘅括號咧加唔加都影響唔大。咁但係咧，我轉翻顏色先，加唔加都得啦。呢啲黑色嘅括號咧加咗就冇影響嘅。
咁但係紅色個括號咧唔加嘅話咧，個影響就好大啦，因為咧呢個負號咧會分入去啦，-3C 再俾埋個負一，咁所以咧喺呢個步驟你唔加括號咧，其實就會得到後邊嗰個係減一，咁但係一定要加括號嘅話咧，其實呢個係加一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唔小心冇加到括號嘅話咧，咁成條題目個加一減一咧就會爭好遠啦。所以咧，下一個步驟咧就會變咗做咁樣。好，再會留意到咧3C 同4C啦，4C 減3C啦，其實我哋可以得到 C 啦，再加翻 D，再加翻1，然之後咧就4C 加3C啦，後邊就7C 加 D，再減翻1。咁呢個步驟咧，如果有錯嘅話，通常就係會漏咗呢一個括號啦。希望大家要特別注意啦。完。